欢迎收听8月31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分享的是耶利米书的41章1到18节。耶利米书41章1到18节，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南国犹大已经毁灭了，而巴比伦他们掳去了在当时南国犹大这些上层阶级，不论是王公贵族或是有权有势的人，都被他们带到巴比伦就近管理，而留下了这些断垣残壁，或者是说这些最底层的贫穷人民。在这里面呢，他们派了一个人叫做基大利来管理这个地方，他成为这个犹大的总督。而就在他所在的地方叫米斯巴，他在这里邀请许多人，原来是这些以色列人，他们回到这个地方。的确有许多的人他们回来了，也因着基大利在这边存放了一些资源，让他们可以逃回来，与他们一起重新整顿，再次建造这个城。但是在这里面基大利他却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，就是有人告诉他说，这个逃亡回来的人有一个人，他要来杀害你，他叫做以实玛利。可是基大利不相信，他疏忽了，结果以实玛利和他的同伴就杀害了基大利，并且不只是杀害他而已，还杀害了许多流亡回到这个地方，回到南国犹大来献祭的人。在今天的经文这样形容以实玛利抛弃尸体的那坑非常大，这是从前亚撒王为了防御以色列王巴沙的攻击挖掘的。以实玛利用那些人的尸体把坑填满了。就在这些疏忽当中，以实玛利竟然把以前拿来作为防御的坑变成是堆埋尸体的坑，而且是堆得满满的。在今天基大利和以实玛利的作为，让你想到谁？让你想到什么呢？很多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，或许你是白手起家，或许你是徒手开始去建造一个工程，就在这个建造当中，也或许你是从这个原来负的要走向正的，已经很努力了，在整理我这些环境了，整理我的心境了，整理我这些曾经有的失败，曾经有的难过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生命当中的破坏竟然出现了。我们有警觉到这些破坏吗？还是我们只是把它们看清了，这就是假消息，这就是一般这微不足道的小消息，它不会影响我。结果以实玛利真的就杀害了基大利，不只是杀了他，还杀了很多流亡回来或是住在当地就已经是断垣残壁的地方，结果还遇到攻击。我们很需要面对自己生命的困境，而且不是用自己来面对，是上帝的话成为我们极大的提醒跟帮助。在主祷文当中说到，就我们逃避这些试探，脱离凶恶。这句话是真的。很多时候，不论我们在顺境逆境，破坏总是比建立或者是成全要来的容易。要建立，要成全，我们可能需要很大的心力，一步一步的去完成。有时候还不一定有那些效果，但是说破坏的话，或是破坏的举动，总是
非常急非常快，随便2-3下就破坏掉原来盖好的工程。然而这些破坏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看见，不是那么显而易见，很多是在我们不小心、不注意或是不在意的时候就发生了。就好像我之前听到的一个在练这个健身的教练，他分享他自己的故事。练健身这么在意身体健康的人，竟然会中风他也没有吃的不健康啊，他每天也都非常注意锻炼他的身体，而在这个中风当中，就带来他们家庭，特别在疫情中很大的困境。原因是因为就在那个继续锻炼，他还是吃得很健康的时候，他没有注意到他的工作量非常的大，睡眠非常的少。然而就在那时候，他也继续在锻炼身体，结果就造成了这个脑中风。在没有注意到的时候，以为自己还很健康的时候，这个破坏就临到，而且不止破坏他一个人，影响到的层面还包括他们的家庭的经济，家庭原来的这些功能，原有的功能因为一个人的不方便变成全部的人都不方便。我们真的是需要有上帝来的智慧，小心面对自己生命中那破坏自己生命，甚至破坏我们与上帝连结的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因素。这也让我们看到，真实能够建造生命的人，其实是更需要鼓励他的，因为建造不容易，成全不容易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透过今天这段经文，让我们看见在一个不容易的环境当中，让能够继续的来建造，继续的来成全，真是需要从你来的智慧，需要从你来的眼光，需要从你来的敏锐。主啊，恳求圣灵来提醒我们，帮助我们的生命是敏锐于主你的话语，敏锐于主你的带领，敏锐我们自己生命中的危机，好叫我们不被生命中的以实玛利消耗殆尽。谢谢你用这段话帮助我们，也求主你持续来建立我们的生命，透过迦南之声，透过我们每一次的分享和聚集。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，邀请你给我们5星好评。我们明天见。